当时林场火金高开，即天正烧起火。不过，要来园区会真塞车，因为配合台中市政府租税选导，林场嘛当等42年，搁一摆选举免门票入场。若要塞车，要来山路，会比平常时啊加塞4倍时间。那一条路上就塞了超过2个小时，所以这样可以想见是盛况空前。因为这几年面前复兴是中部最有名看火金菇闹热的景点，林场预估4月初数量上济会有20-30万只火金菇规定下飞。日赏桐花，夜赏萤，到时候欢迎大家来看油桐花，晚上看萤火虫。林场建议民众平常时啊别来，则袂因为塞车塞甲心情歹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